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易老師。咁喺香港地啦，咁 iPhone、iPad、MacBook 呢啲咁嘅電子用品啦，大家就一定唔會陌生噶啦。咁特別係蘋果嘅 iPhone 手機啦，咁香港嘅用家咧應該都佔咗大概一半或者以上嘅。但近幾年咧就好似好多人喺度反映啦，咁蘋果公司嘅產品咧好似冇乜新意，淨係識得換一啲快啲嘅晶片啊，又或者係換一個靚少少嘅鏡頭。係完全冇咗以前 Steve Jobs 帶領蘋果創新嘅嗰個靈魂。咁最近呢，蘋果公司呢就出現咗呢個嘅人事變動，就係原來擔任蘋果嘅 CEO 啦，Tim Cook 將會卸下呢一個嘅 CEO 嘅職務，轉為呢一個嘅執行董事長。咁呢一個嘅人事變動啦，會唔會令到蘋果未來嘅產品啦，會帶嚟一個嘅新嘅景象呢？作為 CEO 嘅佢掌舵咗蘋果15年，咁佢同公司中間發展嘅起起跌跌啊，會唔會同佢個人嘅運勢有關呢？今次我哋就一齊去以八字嘅方式啦去探討一下。如果中意我影片上面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嘅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今集嘅主角啦係提姆庫克，即係阿 Tim Cook。咁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Tim Cook 嘅出生日期所起出嚟嘅命盤係庚子年、丙戌月、癸巳日，時辰係唔知嘅。而家係行緊癸巳大運，丙午流年。我哋先嚟睇一睇佢嗰個嘅原局命盤先。咁癸水日元剩低嘅5個天干同埋地支啦，有財啦，有印啦，有官殺啦，有比劫。月令係財官，自己又錯財，但係咧年柱又係印星同埋比劫。咁運用坊間嘅論斷方式咧，一定喺度頭痛緊，究竟係身強啊定係身弱呢？可能喺度諗緊 CEO 一定身強啦，唔會身弱啩？又或者係太弱嘅話，可能又重定係點樣啦？咁但係我好多時咧都會將呢啲咁嘅觀念咧拋開晒去嘅。我係唔係太注重呢一種咁樣嘅論斷方式，因為我淨係會比較上着重財官嘅睇法。今次我就同大家解釋一下。點解睇到有唔少有錢又或者係有環境嘅人啦，八字裏邊都係偏向身弱嘅呢？例如四叔黃仁勳同埋今次所講嘅Tim Cook呢一類嘅成功人士。我哋先嚟講一講傳統身弱嘅定義先，就係一個嘅八字食傷財同埋官殺太多嘅話呢，就會被定義為身弱噶啦。因為存在住有克同埋泄嘅關係啊嘛。相反，傳統身強嘅定義呢，就係一個八字印同埋比太多嘅話呢，就會定義為身強噶啦。因為存在住生我同埋同屬性嘅關係，咁理論上啦係有一種加持嘅感覺嘅。但係做人啦，點解要係咁在意所謂嘅身強同埋身弱呢？因為大部分人啦，咁心裏面淨係得一個嘅目標嘅啫，就係名成利就啊嘛，有權有名譽同埋有資產啊嘛。如果喺八字裏邊，重點就正係喺呢一個嘅官殺呢一個位，就係代表住權力、地位同埋資產。如果以五行嘅方式去睇呢，先由身強入手，你嘅八字原局係由一個嘅起點走到去終點官殺呢一個位嘛。咁我哋呢，就一齊去睇走咗幾多步。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，一共要行4步先去到官殺呢一個位，係咪好攰呢？相反，我哋去睇身弱啦。身弱八字原局係有財啦、官殺同埋食傷偏多嘅，我就由食傷去計，行到官殺到底要幾多步呢？一步、2步，真係2步就行完噶咯。咁你覺得喺人生裏邊啦，咁行2步定係行4步會開心啲呢？咁相信大家
都心裏有數噶啦。咁我哋翻返去添曲嘅八字先。咁佢嗰個嘅八字啦，就淨係得財啦、官殺同埋比劫星呢一個嘅格局咧，好大機會咧就係身弱嘅。咁記住啦，我淨係講地支啊。如果想知道原因啦，咁可以睇翻我主頁嗰個影片嘅。原局已經有財官，咁佢嘅人生啦，其實只需要行一步嘅啫，就已經到達人人所追求嘅名譽、權力同埋地位呢一個位置。所以理論上咧，以為係好弱嘅，但實質上咧，其實係好唔錯嘅。到底大家係想身強啊，定係身弱呢？咁呢一個問題啦，咁都係交翻俾大家自己慢慢去思考下。咁跟住落嚟啦，咁我哋又去集中去講解下添曲嘅八字啦。咁大家可能睇完原局啦，會發現一個嘅問題，佢嗰個八字好似冇木㗎。咁即係唔係代表思考、說話、表達方面比較上弱呢？咁就當然唔係啦，因為我哋仲未睇嗰個大運啊嘛。如果我哋將嗰個大運列佢出嚟，佢正正就係行寅卯辰呢一個嘅大運，即係五行屬木嘅運勢，所以咧木係唔算係太缺嘅。記唔記得阿添曲係幾時上任呢個嘅蘋果 CEO 呢？就係 Steve Jobs 走咗之後嘅嗰一年，2012年上任嘅。就喺2012年啦，阿添曲嘅大運咧就做咗一個嘅更新，咁啊真係啱啱撞隻剛剛啦，就即刻踏入2012去到2021嘅10年大運。咁我哋一齊去睇一睇壬辰大運，到底佢係唔係一個好嘅大運？首先啦，大家有冇發現壬辰呢一個大運呢，同丙戌呢一柱呢，有天克地沖嘅關係？大運沖月令係咪好大鑊呢？係唔係會死人啊？記住係唔使驚嘅，因為每個人逢第6個大運呢，都會同月令有沖嘅關係，咁樣呢，係絕對唔可以攞嚟論斷吉凶噶。如果咁都可以攞嚟論斷吉凶嘅話呢，咁啊相信好多人呢都會死於非命嘅。咁壬辰呢一柱啦，大運係好啊定係壞呢？咁我哋就一齊去睇一睇啦。咁首先啦，我哋嚟睇一睇嗰個地支辰先。辰嘅十神啦，係一個嘅官殺星，代表住一個人嘅權力同埋地位。原本添曲啦就已經有戌呢一個嘅官殺星啦，而家又再俾多一個嘅辰佢，權力名譽係唔會有人嫌多嘅。所以喺地支裏邊度睇啦，係更上一層樓嘅意思。淨係睇地支嘅話呢，係唔夠噶嘛。咁我哋仲要睇一睇個天干先。咁大運嘅天干啦，我哋見到有庚金見壬水嘅組合，但係要留意一點啦，庚金見壬水嘅關係啦，係唔包括呢一個嘅癸水嘅。庚金喺癸水嘅角度嚟睇啦，佢係印星，象徵住虎頭；而壬水啦係比劫星，象徵住河流。咁兩者咧同時間出現咧，就會係個河流嘅水啦，將庚金呢一把嘅斧頭啦洗刷到非常之光亮，即係我哋之前成日講嘅蝕壽嘅形態。而喺現實世界裏邊啦，印星代表住公司，比劫代表住自己身邊嘅同輩，即係咧自己唔需要花太多心思咧，亦都可以令到公司嘅表現又或招牌咧閃閃發光嘅。咁當我哋整合天干地支嘅所有條件之後啦，就會發現地支又冇刑嘅狀態，即係代表住呢一個係一個好嘅大運。直頭就好似有啲似 Free Rider 咁樣，有好多嘢都係直頭就咁送上門嘅。但係大運呢，就淨係得10年嘅啫嘛，咁去到2022年壬辰大運呢，就轉走咗噶啦，咁就慢慢踏入呢一個嘅癸巳大運，由2022行到2031。如果我哋將癸巳大運同庚辰大運去做一個嘅對比嘅話呢，
大家可以會發現得到，原本任神嘅天干地支啦，帶俾 Team Cook 嘅優勢呢，其實就冇咗嘅，因為貴字大運嘅天干地支啦，剛好同原局重疊咗，所以啦，運勢原來係向上走向一個嘅高峰嘅。咁而家呢，就要行翻落嚟啦。但係千祈唔好以為係非常之差啊，只係翻去原點啫。咁始終啦，佢嘅八字原局嘅財官啦係唔會走噶嘛。雖然Team Cook轉運對佢嚟講個影響唔算好大啦，但係如果我哋將個星位轉向公司嘅話呢，即係庚金嗰個位置就有少少唔同啦。庚金公司喺壬辰大運嗰度啦。除咗庚金見壬水泄秀之外啦，仲有辰裏邊有個乙木作為財星。相反，癸巳大運你會睇到冇呢一個嘅泄秀之餘啦，咁地支一點財星都冇，即係代表住有壓力而冇辦法解決得到一啲嘅狀況。所以喺壬辰運裏邊啦，蘋果公司創新嘅形象係曾經再創出高峰嘅，咁而喺呢一個嘅2022年開始啦，即係癸巳大運裏邊，公司創新嘅形象咧就好似有啲滯後嘅狀況，例如 Vision Pro 嘅反應都較為兩極一啲，甚至乎去到 Apple Car 直情係要cut 咗嘅。咁今年嘅動向啦，咁我哋都一齊去睇一睇。咁其實就唔難睇嘅。今年係丙午流年，而丙午成條柱都係財星嚟嘅。咁同之前一樣啦，我哋就將太歲放入去原局裏邊，睇下到底有啲乜嘢嘅反應。午同巳有半合嘅關係，午同子有沖嘅關係，午同戌有半合嘅關係，午同巳有半合嘅關係。當睇完太歲同每一個地支之間嘅關係之後啦，重點只係喺午同埋子之間嘅沖，而太歲同每一個字之間啦係冇刑害嘅關係嘅，受沖嘅位置淨係得子水，沖只不過係代表住變動嘅意思，唔會帶嚟一啲嘅負面信息。同時子係比劫星，屬同輩、同事同埋合作夥伴，即係工作上面嘅人物圈子啦。所以今年 Team Cook 就結束咗佢長達15年嘅 CEO 生涯，從營運第一線呢轉為呢一個嘅執行董事長，單單只有改變嘅意味啫，係冇負面嘅狀況嘅。咁未來蘋果嘅發展動向會係點呢？咁當然唔會淨係睇下 Team Cook 噶嘛，要睇嘅係新嘅 CEO John Tennis 約翰特納斯。我經常講就係一間嘅公司嘅步伐啦，好似揸車咁樣，重點其實係睇個司機嘅，而唔係睇嗰部車嘅出產年份。咁至於John Tennis 嘅命盤裏邊啦，咁會唔會顯示咗啲乜嘢玄機俾我哋睇呢？咁雖然我都想同大家去拆解，但係好可惜，我喺網上面呢淨係揾到佢嘅出生年呢同埋月係冇日嘅，咁未有佢整個嘅出生日期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嘅話呢，就不妨分享俾我，咁我可以一齊同大家去研究一下。如果大家都想有系統咁樣學習同埋拆解八字嘅話呢，咁歡迎大家喺描述欄裏邊呢撳以下嘅連結，獲得最新嘅八字開課詳情。今次呢個視頻到呢一度，如果中意我今集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。之後我會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玄學上面嘅知識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